大家好，提起 JPEX 案，香港同2600幾名受害者一樣，至今仲心痛緊16.1億港元化為烏有。明星網紅站台嘅背後，原來係場精心佈局嘅大騙局。呢單被警務處形容為近年最多受害人嘅詐騙案，唔單止暴露咗幣圈嘅黑暗，更揭開咗政府監管嘅大漏洞。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，2年過去，國際刑警通緝嘅3個主腦雖然在逃，但越查越發現呢班人可能只係白手套，真正嘅黑手仲匿喺更深處。今日就用警方通報同傳媒嘅調查，拆解呢單案嘅3大核心謎團。首先要講啦，JPEX 呢個無牌平台點樣呃到咁多人啊？第一招就係鋪天蓋地嘅宣傳。2021年起，香港嘅巴士車身、地鐵站、大樓外牆隨處可見 JPEX 廣告，仲刻意寫住日本加密貨幣交易所，根本係呃人，同知名嘅日本 JPX 集團有關係，逼到對方專門發文澄清冇關係。第二招更毒，請明星網紅站台，張智霖拍廣告，林作開炒幣店，陳怡喺 YouTube 賣廣告，連風水師都被請嚟站台，利用公眾信任度拉人入局。但係最關鍵嘅係高息陷阱。JPEX 推出45秒合約大戰，話可以瞬間賺錢，仲用每月最高70萬港元佣金招募合夥人，吸引街坊拉親大友入局。更陰險嘅係，佢仲要求用戶交出加密貨幣私人鎖匙，等平台完全控制資產，根本係請君入局。直到2023年9月，用戶發現提現要收$999，手續費先至提取到$1000，先發覺被騙。但此時平台已經轉走大批資產，準備走佬。好多人問，政府早唔知 JPEX 有問題？其實香港證監會2022年7月就將 JPEX 列入無牌公司及可疑網站名單。但係點解佢仲可以繼續宣傳同呃人？核心原因係監管制度滯後。2023年6月之前呢，香港對虛擬資產平台實行自願監管，只有做證券代幣交易嘅平台先可以申請牌照，仲淨係服務專業投資者，對普通加密貨幣交易完全冇約束力。證監會就算識穿 JPEX 無牌經營，都冇權強制佢停業，只能夠出警告。直到2022年12月先通過修例，將虛擬資產平台納入強制監管。2023年6月先正式實施發牌制度，但呢個時候 JPEX 已經呃咗人2年。更離譜嘅係宣傳監管漏洞。JPEX 透過網紅同場外找換店推廣，呢類灰色渠道喺舊制度下根本冇人管。證監會發牌科總監都承認受舊制度限制，冇權強制平台接受監管。呢個說法出自立法會嘅公開質詢記錄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後來都話，呢類場外找換店成行成市，冇網管，正係騙局得以蔓延嘅關鍵。2025年11月，警方終於起訴16人，包括林作、陳怡同幾個網紅，但全部都係馬前卒。警方話呢班人就係負責宣傳拉客，或者係傀儡戶口持有人。真正操盤嘅莫俊廷、郭浩倫同張俊晴早就走咗佬，要靠國際刑警發紅色通緝令追捕。但環球網同文匯報嘅調查揭露出一個更驚人嘅可能：呢3個被通緝嘅人可能都唔係真正嘅幕後黑手。第一個線索，馬仔身份有古怪。警方調查發現，莫俊廷根本唔係大話事人，而係另一位被通緝嘅幣圈大佬幣少黃正傑嘅前助手。黃正傑早喺2022年就因為另一宗加密貨幣詐騙案潛逃，而 JPEX 嘅技術架構、宣傳套路同黃正傑之前操控嘅騙局幾乎一模一樣。有警務處高級警司喺記者會上都坦言，從來冇人承認係 JPEX 真正營運者。莫俊廷等人更似執行指令嘅骨幹，而非最頂層嘅策劃者。第二個線索，資金流向有黑洞。
案件涉案金額高達16.1億港元，但警方至今只係凍結咗2.28億港元，仲包括物業同車輛。真正嘅加密貨幣資產只係凍結咗1450萬元。記者跟蹤資金鏈發現，平台轉走嘅資金經過多層雲幣器洗白後，大部分流入咗開曼群島同百慕達嘅離岸公司，而呢啲公司嘅最終受益人根本唔係莫俊廷等人。呢個操作模式同湖北歐比特平台詐騙案如出一轍。該案中被捕嘅34人都係執行者，真正嘅資金控制者從未露面。第三個線索，匿名架構隱藏真身。JPEX 話自己總部喺杜拜，有加拿大、澳洲牌照，但記者查冊發現，各地註冊都只係人頭登記，負責人同辦公室從未公開。更可疑嘅係，平台嘅核心交易系統代碼竟然同2019年瓦解嘅國際加密貨幣詐騙集團 Plus Token 高度相似。呢個集團當年呃走咗400億人民幣，最頂層嘅4個老闆至今下落不明。可見呢類跨國騙案向來有層層隔離、馬仔頂包嘅傳統。換言之，莫俊廷等人可能只係第二層棋子，真正嘅黑手就匿埋喺離岸公司同匿名網絡後面，用指令操控全局。等馬仔出事就棄車保帥。呢個推測唔係空穴來風，警方都話案件極其複雜，會繼續調查，不排除檢控更多人。黑手未露臉，新騙局恐將來臨。JPEX 案之後，政府終於補漏洞，要求持牌平台為客戶資產買保險，仲要做資產隔離，成立專責小組加強監察。但對受害者嚟講，呢啲補救太遲，有長者揾埋棺材本投資，有家庭搞到妻離子散，呢啲損失根本無法治癒。更令人擔心嘅係，匿喺最深處嘅真黑手，手握10幾億洗白咗嘅資金，隨時可能捲土重來。參考 Plus Token 同歐比特平台嘅套路，呢班人好大機會換個殼，可能借 AI 理財、元宇宙資產等新熱點設局，唔再用明星站台，可能改用幣圈大神直播帶單，仲會將伺服器遷去監管更鬆懈嘅東南亞國家，利用跨境司法協作嘅漏洞逃避追查。國際刑警嘅紅色通緝令雖然有效，但跨國追兇同追贓款就難度極高。唔同國家對虛擬貨幣嘅法律定性唔一樣，取證要走好長嘅司法協助程序，夠晒時間俾真正幕後黑手再搞多次新騙局。而香港警方雖然凍結咗部分資產，但對於離岸公司嘅資金至今仲束手無策。其實 JPEX 案只係一面鏡，佢話俾我哋知，明星站台唔等於可靠，高息承諾往往係陷阱，而最恐怖嘅係，你以為嘅幕後黑手，有可能只係別人擺出嚟嘅煙幕彈。希望警方可以順住黃仲傑同離岸資金嘅線索追落去，亦都提醒大家，任何要求交出私人鎖匙、承諾保本高息嘅平台，通通都係詐騙。你哋身邊有冇人受影響？歡迎留言分享，記得訂閱頻道，下次再拆解更多社會案件。拜拜。